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齐莱特宣布，他将在任期结束前公布关于中共侵犯维吾尔人及藏族人权报告。巴齐莱特办公室媒体干事书面回答了记者关于何时公布报告的问题。巴齐莱特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于5月23日至28日开始进行了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包括前往中共当局控制的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民族进行广泛虐待的所谓新疆地区。在访问结束时，巴齐莱特发表了一份声明，但是没有透露人权报告何时公布的信息。从历史上看，中国通过将维吾尔突厥人定居点的历史名称改为中文，进行系统性的种族灭绝。中共政府利用虚假考古证据，捏造了许多不存在的中国传说。裴洛西计划8月份访问台湾，以此表示对台北的支持，因为台湾面临着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将是美国众议院院长25年来对台湾的首次访问。对此，中国做出了强烈反应，警告美国不要进行这次访问，要求华盛顿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伊朗总统举行了3方峰会，讨论叙利亚议题。尽管峰会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蒙上阴影，普京形容峰会气氛效率高、有建设性。他说，3位领袖采纳联合声明，并承诺为促进叙利亚局势正常化而加强合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主任宣布，安卡拉为开通黑海谷物走廊而做出的努力值得赞赏。在联合国的有关上述走廊计划中，土耳其有着中心的角色。乌克兰第一夫人泽连斯卡娅周二在白宫会晤了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两人上一次会面是在今年5月，当时吉尔拜登对乌克兰西部进行了事先没有宣布的访问。总统乔拜登向乌克兰第一夫人献上了一束鲜花，这束鲜花包括黄色的太阳花、蓝色的绣球花和白色的水仙花，黄色和蓝色是乌克兰国旗的颜色。俄罗斯能源公司与伊朗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涵盖在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投资400亿美元。伊朗国家电视台宣布，该协议由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和俄罗斯能源公司的官员在首都德黑兰签署。